有冇諗過，其實打工仔都唔一定要做到老先退休。最新嘅職場趨勢，連財富自由都少理，而係提倡微退休。所謂微退休，就係有經濟條件嘅人喺完全退休之前，提早俾自己一段有計劃嘅長假，可能半年、1年，用嚟叉電、學嘢、旅行，甚至重新思考人生方向。喺瑞士，37歲嘅 Florence Poirel 作為坐擁高薪嘅項目經理，一年人工超過300萬港紙。2024某個夜晚，佢就決定同男朋友一齊辭職，體驗下微退休嘅生活。佢話：我唔想等到老咗先享受生活，所以預留咗18個月嘅生活開支，冇工作壓力，日日游水、睇書，仲去埋巴西、澳洲旅行。18個月過去，佢話仲未悶。佢幫大家總結咗3招可以重置人生嘅理財秘技： 1. 財政獨立，同伴侶分開理財，互不干涉； 2. 住得好先至有安全感，租金貴都唔慳； 3. 從簡生活，買平貨，戶外行山，唔使樣樣都要錢。佢話：錢可以賺，但時間冇得儲。微退休其實唔係逃避工作，而係提早學識停一停，俾自己心態重整。你呢？如果有半年唔使返工，你又會點用呢段微退休時間？留言話我哋知，follow我哋了解更多。